小姐，你慢点，小姐，小姐你慢点，别摔着了，小姐。哦，哎呦，爹，有什么事啊？爹，母亲是吊死的吗？谁说的？爹，母亲是不是吊死的？这是胡说。你是鬼？我是你妈，我妈长得可漂亮了，你抹一脸石灰干什么？我要你爹的命，不可能！你不怕吗？你妈留给你爹一包信，全都是赵廷芳写给你妈的，你妈一封信都没有看过。这么说，我妈妈是清白的。是啊，你爹大笑后，一把火把你妈留下的书和信全都烧了。烧了。那是一个冬天，火熄后，风一吹，这院子里到处都飘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纸灰在飞，落在屋上、树上，就好像到处飞来的黑乌鸦在为你妈叫冤呢。吴妈，把枕头剪开。是。给。鱼儿，妈妈走了，不要惦记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妈走了，你爹自然会疼你。妈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舅舅查振庸。你舅舅自小和妈的感情非常好，妈嫁入甄府之后，种种遭遇让他把甄家恨得咬牙切齿。舅舅曾经对妈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要让甄府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告诉我，给我一个解释好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爸爸是好爸爸，妈妈是好妈妈。真云，真云，我已经把凯尔灌醉了，你赶紧走。走？对呀，都安排好了，外面有人接应你。那怀府和我的学生们呢？放心吧，他们没事儿。你放我走了，你爹他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会对付我爹的。谢谢你呀，梁忠。你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感谢的话以后再说。走吧。少爷，少爷，甄家少奶奶刚走，这几天她天天来。让她明天去书房等我。是。谁呀？都这么晚了。是我，跟爹说几句话。哦，你爹还没回来呢。这老色鬼，又到哪儿风流去了？娘，你记着告诉我爹，明天去书院场的时候，别忘了带上我们家的狼狗。儿子，进来和娘说说话吧。娘，我困了，我得休息了。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别忘了，带上我们家狼狗。儿子，儿子。开始了吧？于老师，于老师，姐，
师，姐，于老师，放过姐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放过姐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宇小姐，今天我把婉月带来了，你跟婉月跳个舞怎么样？婉月，喏，不要害怕，乖乖的，你跟真宇小姐跳个waltz。你住口！不许你侮辱婉月！婉月，我还侮辱你呢！于老师，姐，于老师，跳不跳？于老师，我不跳！李强，你给我住手！我知道你恨甄家恨我，要打要杀冲我来，不要伤害这些无辜的孩子。好，扎舅舅，我答应你。好，这才乖嘛！谁会真的怀念谁？南归的燕子为谁飞？谁会真的在乎谁？只要有人陪。还真给我送上门来了。怀婆，让朱山叔准备银子。准备什么银子啊？你呆子，人家都把东西送上门了，当然要给银子了。要多少银子啊？当然是要多少给多少啦。谁动我的东西？只知道闭关锁国，夜郎自大，勾心斗角，卖国求荣。他们禁锢思想，轻视科学。他们用极端的专制手段，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天性，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。致使举国上下奴性泛滥，精英分子噤若寒蝉。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，3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，内讧，没完没了的内讧。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，这世界会吃人的。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这个民族，我们这一代醒觉的人，应该努力的把这个民族团结起来，诚实守信，崇尚科学，遵纪守法，用辛勤的劳动，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强大，这样外国列强才不敢欺辱我们。说得太好了。大小姐，这顿饭吃的可有时辰了？干什么啊你？饭后的烟，怕你熬不住啊。谁熬不住了？我困了吗？累了吗？没有，我精神挺好的。我还不懂大小姐吗？就别逞能了。吴妈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成了大烟鬼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听云少爷讲上海的事情，讲外面的事情，讲中国的问题，比抽大烟还过瘾呢。你是把我的话当鸦片抽了吧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听你说话，好像在黑茫茫的大海里看到了一盏灯，我就不由自主的被吸引过去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好，各位，我真鱼就是要办个新学堂，学上海，开苏城的新风气。这个新学堂，我真鱼，我们甄家是办定了。校长就是袁先生，袁小云。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我当你答应了。大家欢迎。它吹散了旧时梦。
袖滂沱无助，让爱在繁华中孤独，沉着生物，转眼成空。真玉小姐，你先跳着啊，舅舅累了，想歇会儿。袁局长，真玉小姐喜欢跳舞，别扫了她的兴致啊。谁让袁局长挂彩了？是我。医生！是谁呀？袁局长，你说是谁呀？我又挂彩了，狼狈不堪，让张老爷见笑了。你说是谁？放了于老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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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滚！给我滚！别打孩子们！去！滚！小雨，他曾经是你的学生，是你最得意的学生。袁局长。你被最得意的学生岂止是打伤，他是在要您的命啊！把他抓起来！慢着，他由我来负责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于小雨，你这个汉奸，你还是人吗？袁局长，你想把这小子的皮剥成几块呀？怎么着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快点！赶紧把我砸晕了，马上走！你这个汉奸，假惺惺的，还挺像会真事似的。叶少，怎么那么不懂事？你让我自己砸自己吗？谁？林小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没干什么。哟，都流血了，寻死觅活的，何必呢？干你屁事！不对，不干我屁事，那我来干什么？我看你是欠揍吧。是你欠揍吗？欠得你自己揍自己了，心里难过了吧？难过的死去活来了吧？真鱼，不要你这个大汉奸了，弃之如敝屣。敝屣是什么？破草鞋呀！你在他眼里连破草鞋都不如。你在他的眼里，早就是一只破鞋了。不一定，姓袁的，
这次你输定了，真宇很快就是我的人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好，自信，我喜欢你的自信。但这次你有没有想过，真宇终究是个女人，她需要一个依靠的肩膀，是不是？你错了，真宇在我的心目中，不只是个女人这么简单，她是我的女神。女神？好，说得好啊！只可惜真宇永远不会，再也不会听你的真心话。他会听得到，他一定会听得到。袁局长，袁局长，袁局长呢？应该就在附近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把正事给忘了，把这里交给我。元年司令让你马上去找他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小子躲在这儿就完事了。我问你，那天为什么打我？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那天晚上。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爹，机会来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嗯。姐，怀福，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有钥匙。姐，疼吗？不疼。怀福，你哪来的钥匙啊？哦，我今天回到家里，发现桌子上有这个包裹，然后包裹里边放着这把钥匙，还有姐姐的良民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把枪。幸运。对了，姐姐，我在外面备了黄包车，我们快走吧。好，哎，怀福，我们得想办法把叶少给救出来。姐姐，你放心，叶少一定会救出来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纸条上说叶少一定会被救出来。那纸条呢？我烧掉了，纸条上吩咐看过之后就一定要烧掉。哦，对了，姐姐，这里边有你换洗的衣服。哦，好。我们赶快走吧，姐姐。走。阿福，我们快些出城吧。哦。怀福，怎么停车了？快些出城吧。姐，一股血腥味儿，好呛好浓。怀福，怎么了？姐，你说的是谁啊？是叶少。叶少，叶少的眼珠子怎么蹦出来了？他的嘴怎么咧开了？他的身子呢，姐姐？
叶少被人杀，他被人杀。有人犯叶少，在书院场公然欲图谋害教育局局长袁小云，并聚众闹事，鼓动抗日，其罪昭彰，甚烈甚巨，不杀不足以安定地方，着即处决，以儆效尤。袁小云。小云，他曾经是你的学生，你最得意的学生。哎，姐，姐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来。姐，醒醒啊！姐，姐，你醒醒啊，姐！姐，你醒醒！怀父，怀父，叶少是死了吗？是真的死了吗？姐，死了，挂在城头呢。想起来，是真的。姐，姐，不对啊，叶少是被云少爷带到一个旧祠堂里去的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怀父，我们赶快去旧祠堂看看。可是姐姐，快掉头啊！姐，你别看！你干嘛？小云，他曾经是你的学生，你最得意的学生。他由我来负责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袁小云，你这个汉奸，你还是人吗？叶少埋了，到城门那儿去等我。姐姐去办点事。袁先生，你是真的赞成大东亚共荣圈，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？我看你不简单呢。袁田司令，随便你怎么想。这个汉奸！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奇怪了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当然心里明白。别喊我云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你别再装模作样了，你就快把汉奸当成精了。你还是原来那个袁小云吗？不，那个小云已经不在，已经死了。袁小云是不会那么轻易死的。小云，你知道吗？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你跟我拴在一起。如果有一天这根线断了，我的心会痛，
会痛到晕倒。是今天，我要亲手把它剪了。随你便。小鱼，你认识这把枪吗？是，它是你送给我的。今天，我要用它杀了你！我看到那灯塔了，还有彩虹。你把夜烧上，那灯塔的彩虹已经在我心里消失了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借刀杀人，查良镛，太厉害了。我把袁小云杀了，杀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还好吧？我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。姐，你把谁杀了？我把大汉奸袁小云给杀了。啊！鱼儿，你把小云杀了，你也不搞搞清楚，这叶少是不是袁小云杀的？不是袁小云杀的，是谁杀的？那还有谁呀？我呀。是你！原来是你嫁祸于人。这里没有坏人，我告诉你，袁小云不是大汉奸，他是党国派到日本内部去的卧底，是中国人的间谍。真的？哎呀，相知啊！你跟袁小云不是相知，原来是这么相知。你爸爸生了你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可是你犯起糊涂来，就蠢得要死。你不想想，袁小云打日本落下一身伤，他能够死心塌地地做汉奸吗？我给原田写过信，告发过他，可是原田跟你一样蠢，不相信我的话。哼，现在的结局是那么的好啊！你替我帮日本人杀了袁小云，快哉，岂不快哉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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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杀了小玉，我杀了小玉，外婆，我杀了小玉，姐姐，姐姐，我杀了小玉，姐姐，我杀了小玉，姐姐。
彩玉，姐姐还没有醒过来吗？于老师，于老师，姐，你醒了，姐姐醒了。于老师，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，不能自杀呀！姐，你千万不能死，你一死，怀父也不想活了。我相信于老师不会自杀的，不会，于老师一定不会自杀的。姐，于老师，我不会自杀的，我还有你们呢。谁会真的怀念谁？南归的燕子为谁飞？谁会真的在乎谁？只要有人陪。藏起我的天真，却忘记你相随。爱若是不能收回，而我无怨无悔，肆意飘飞，真的好疲惫。我看见了苍穹，却无法触碰。我不小心错过了轮回，四季不再轮回。我渴望着飞舞，却不能去追随那城市中迷乱的风月，漂泊谁的泪？风月花，我一生无暇，只为你牵挂。岸上的芦苇，如我早生的华发。沏壶茶，将过往的爱恨全喝下，却嫣然后晚霞，我会一生间沙哑。自古红颜多牵挂，而绿林多风沙。红尘里刀光剑影，都往我心口插。
不是盼着这一天吗？我不敢，明明是我打了你3枪，我是你的什么相知啊？昨天还是副爷的样子，今天见了哪个中国人，他们都是孙子，还鞠躬。唉，日本人是倒了。哎呀，老爷，逃吧，我们就要当龟孙子了。怎么，老江湖遇到新问题了？哎，梁忠啊。咱们得商量个办法。商量？和你？梁忠，打虎就得亲兄弟，出门还得靠父子兵。父子兵？哼，就凭你们的智商，怎么能生出我这么个儿子？爹，我不会是私生子吧？查梁忠，你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把原田给杀了。哼，你原田胡说！哼，这就是证据，杀了日本人的宪兵司令，这在苏城就是头号大英雄。梁忠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能早说吗？我敢早说吗？你琢磨什么呢？你什么猪脑子？你竟敢骂老子！我骂的就是你！我告诉你，日本人还没降，100%。你一在收音机里听见美国人放了原子弹，就喊出我们一家都是抗日的英雄，哼，正好向日本人送死了。你有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人家小云是抗日英雄，正牌的，回来了。你忙了半天，屁也不是。哼，放你的狗屁！我养了你这个不使人养的东西。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哎，给我看看。哎，敌产清查委员会委员，狗屁的爹，你就瞧好了吧。你小子！老爷，老爷。风月花，我一生无暇，只为你牵挂。岸上的芦苇，如我早生的华发。沏壶茶，将过往的爱恨全喝下，却嫣然红晚霞，我会一生间沙哑。风月花，我一生无暇，只为你牵挂。宫桥虽如画，我却跨不过挣扎。人潇洒，我只身行走，望断天涯。一如乱石飞沙，就怕痛了你的脸颊。
真是暴殄天物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又可以该种田的种田，该教书的教书。这几年一直在乡下办学，很艰苦，想多招几个学生都非常的困难。这让我明白了，要振兴我们的学校，还得有经济做基础。经过了这8年的抗日战争，苏城到处都是失业者。如果可以办个厂的话，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口饭吃，让更多的穷孩子都能念上书。我想办个织布厂。相信我，这没问题。可是当局好像不太关心这些。为什么？回来后，他们一直忙着接收。一个日本帝国都打败了，难道还不能让老百姓吃饭？要相信我们，相信政府。我更相信你。当然要相信我。胜利了！我袁小云回来了。袁小云会让乡亲们吃饱饭，念好书。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，我们喝一杯。好。梁州，你终于来了。梁州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想你。梁州。哎，我说几位，我昨儿娶那个姨太太，那可真是风情万种啊！是吗？哎呦，那床上的功夫，哎呦，还别说啊，现在最要紧的是金子，有了金子就有女子、房子、车子、馆子，那是。哎呦，五子登科，那就什么都有了。那是。哎，你们说现在苏城谁已经五子登科了？哎呦。五子登科，谁五子登科了？谁五子登科了？啊！哎呦，赵司令，赵司令，赵司令，啊，坐。谁五子登科了？我也要听听新闻，看看苏城谁在五子登科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抗日大英雄袁团长啊，赵副省长。袁团长，你五子登科了吗？啊？诶，有一子了吧？啊？赵副省长，您不认识我了？不认识。我还真有点认不出来了。是真鱼？是我。小云，赵副省长问你，五子登科登了几子呢？我一子都没登。赵副省长，你登了几子？有10子，我也全想登啊。可是我不能登啊！我要是登了，对，那不就全他娘乱套了吗？乱党乱国，乱了党国嘛！啊！赵副省长，那查家登了5子，该怎么说？让他们扑腾去。听说他们那儿的接收委员是您亲自任命的。
啊？是的。委员长的意思嘛，我们接收的盘子这么大，这么多，不是一般的大，一般的多。不过请放心，在苏城这个地方，有我赵廷芳在，谁他娘敢多贪1粒米，老子就把他给毙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拜托了。拜托？听你这话，好像这国家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赵副省长，我们这个国家8年抗战，劫后余生，大家都应该爱惜。您是当权者，所以小云说一声拜托了，并没有错。我也拜托了。好，你的心我领了，啊，领了。你和袁团长也是劫后重逢吧？你们俩要多谈谈，好好谈谈，啊！小云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不用担心，上面还有党，还有国家，还有蒋委员长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小云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你说呢？那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说你爱我。你说啊，我从来没听你亲口说过。你说嘛？怀甫，进来怎么不吱声啊？是我。小云，你不是答应要照顾我姐姐吗？怎么了？她为什么和查良铮这样的混蛋搅在一块儿呢？小云，你姐她是个人，是个女人呐。她是个女人，但她是我姐姐。小云，你为什么不替她多想想呢？她嫁的是个摊子，是个傻子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很可怜，她一直在守活寡。那你要怎么样？如果她能嫁给查良铮的话，那也是一件好事啊。原来你觉得查良铮这么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？小云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查良铮虽然好，但我对他没有感觉。什么感觉？那种一见钟情、刻骨铭心的、终身难忘的感觉。你不了解查良铮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畜生。你就会欺负姐姐？怀甫，振玉，你可睁开眼睛把事情看清楚。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偏执了呢？小云，
难道我们不应该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每一个人吗？对我姐姐可以，对张良柱绝不。小云。 袁副市长好。你好。进。袁副市长。啊，你好。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人呢？都在楼下了。带枪了吗？好，跟我去抓2个苏城最大的汉奸。袁副市长指的是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啊，是。得到消息了，袁副市长。什么消息？哎，没有人通知你啊？今天上午，抗日功臣表彰大会，你得去参加呀。无所谓，我要去抓2个汉奸。袁副市长，你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这个是你的作风。不过今天上午的表彰大会，还是要去参加。至于汉奸嘛，国法条条，天网恢恢，他们往哪儿跑？有的是你抓的时候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赵司令。你是说，下面那些带枪的警察？他们在等我呢。夫人，现在的袁副市长架子十足，我都请不动了。走。做事雷厉风行，好。抓完了汉奸，马上给我回来开会。缺了你，会就开不成了。来了来了，少爷说的不错，果然来了。执行公务，闪开！是来抓扎老爷的还是扎少爷的？2个都抓。扎少爷说他没工夫候着您，这是给您的信。袁小云，你抓我，我不在家，我爹也不可能在家。你是聪明人，到该抓我的地方去抓我好了，抓着抓不着是另一回事儿，我们会会。你亲密的连襟，扎良忠。袁市长，他们2个真的不在家。我信。但是，那么大的扎家在这儿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撤！袁副市长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美美戏院，该去开我的表彰大会去了。
小鱼，你来了？不是你叫人通知我来的吗？坐吧。袁副市长，请主席台就坐。这儿挺好。袁副市长，小鱼，你上去吧。不着急，这上面自然会有人坐的。我们苏城最大的抗日功臣，怎么能屈尊不坐在主席台上呢？是啊，袁副市长，您还是上来坐吧。您现在位高权重，都在我等之上啊。您要是不上来，那我等岂不都得下去了吗？我倒要看一看，这台上的人都几子登科了。袁副市长，你要是不上去，那我也不上去了。小鱼，你还是上去吧。夫人，你就坐在这里，别被朕想见。各位苏城的父老乡亲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，辉煌的胜利。今天，廷芳特地从南京赶回家乡，来表彰一批苏城的抗日英雄。现在，我们就请出第一位抗日英雄查良铮。